耶穌又叮囑門徒，千祈唔好對人哋講佢就係基督。自此之後，耶穌先至開始讓門徒知道，佢必須去耶路撒冷。嗰啲父老、祭司長、律法教師會令佢受好多苦，並且被處死。但係第三日復活。彼得將耶穌拉埋一邊，責怪佢話：主啊，千祈唔好咁樣啊！呢件事絕對唔能夠發生喺你身上嘅。耶穌即刻轉過身嚟到責備彼得話：撒旦，退到後邊去！你係絆我腳嘅石頭，因為你唔體貼上帝嘅事，只體貼人嘅事。然後耶穌就對門徒講：如果有人跟從我，就應該捨己，背上自己嘅十字架嚟跟從我。佢如果顧惜自己嘅生命，必定失去生命；但係為我喪掉生命嘅，反而得着生命。人如果賺到整個世界，卻斷送咗自己嘅生命，又有乜嘢益處呢？佢仲能夠用乜嘢嚟到去贖回生命呢？我必要喺我父嘅榮耀裏邊，同眾天使一齊降臨，按照各人嘅行為報應各人。我實在嘅話俾你哋知，你哋中間有啲人仲在生嘅時候，就睇見我同我嘅國一齊降臨。